車道。喺當前道路繼續直行2.8公里，注意右邊來車，注意一下左邊行車線。前面路口直行，路下綠燈可過，紅綠燈 AI 領牌，護你香燈過燈。走左邊4車線，前面交通燈直行。經過緊容易發生交通意外嘅路段，開慢啲。直行過當前交通燈，然後200米靠右喺主路行駛。走中間兩車線，150米後靠右喺主路行駛。請注意，走中間兩車線，靠右喺主路行駛。繼續直行1.3公里，注意喺前面多個交通燈保持直行。前面交通燈直行，直行過當前交通燈後，走左邊4車線，走左邊4車線，保持直行。請起步直行。500米後喺第2個交通燈向右前方轉入2段，向右前方進入輔路，向右前方進入輔路。你已偏航，轉右，轉入誠信路。100米後喺交通燈轉右，即將喺交通燈轉右。